广东梅族头摆讲家音，后家认为梅族係歷史上客家民內形成嘅最後地點，同時喺1994年第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，本人講係世界客都，也只係有500萬嘅居民，客家人口比例超過95%，也只嘅客語韓國係強勢語言咯。客家新聞對今年起是連續5年推出前梅省訪客樣嘅專題。帶大家嚟探索梅族喺山歌傳唱、為用物嘅保存，韓國客家特色產業推動嘅情形。來看那是梅族係用嚟打造世界客都，還有哪度值得台灣來參考嘅例子。著名嘅山歌表現出河岸船嘅文化氣息。同七彩燈光同水面紅，總是到東江嘅水，高級出江嘅梅公夜景。本一條河壩保衛嘅詳細，是喺梅州市嘅行政中心。梅州市同廣東省東部同福建西片、廣西南片隔界，係中國近代史上客家民族親密嘅現形體，用梅公戲做中心，管轄梅縣、蕉嶺、平縣、興寧、五華、豐順，還有大埔，總合527萬人口。除咗豐順有少數嘅潮汕人，同差唔多半客人同化嘅社畜之外，其他做下嘅客人，實講係全客家嘅詳細。因為同廣西嘅客家搖籃、福建客家主體來比，同廣東東片嘅梅州，喺同1994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，本大家按做係世界客都。2021年世界客家文化藝術節係提嘅同梅州來舉辦，誒對咧中國兩岸三地還有新加坡印尼差唔多是世界生產嘅客人哦，做下灰色圖片。梅州是山水畫。梅州是一部交響樂，是全球客家人的心靈回歸區。梅州市有資格講自家係客人嘅精神故鄉，除咗歷史、地理嘅因素之外，生活上萬里都是聽到客話，會變做係親友力嘅保證。行頭態度上，無論係做生意。係平時講法，路人睇勢講解是係江班嘅梅州客話，圖條片點到佢聽唔到有人講普通話。生意興隆。大家都講客家話咪就比較好溝通嘅嗰種咯，就唔會嗰種咁難溝通啊。上課就講普通話，下課有一點就講客家話喎。從細一般都係做小嘅正行，然後我哋人都係用客家話嚟上課嘅，然後出到吃嘢時候，係真有規定要用普通話嚟上課。係土生土長嘅客家人嘛，正宗嘅梅縣人啊。除了呢年，梅州還有另外一個寫人糾結嘅特色，是2005年本中國官方列入第1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資產名錄嘅山歌藝術。山歌係大家嘅傳家寶貝。睇睇細細嘅風景區，從勝利嘅點，才看到有遊客來，聽說會放送山歌錄像帶。山歌未顯明變做梅州市一種大型嘅名片。那好聽嘛，看到嘛哈，好聽哈，好聽哈，這樣。我哋唔想唱啊，我哋就希望一般嘅老人家就會唱啊，一般後生嘅就唔會唱啊。客家山歌就彈是算好彈，但係唔多少，係唔少。講到山歌，梅州人說好聽，不過曉唱嘅人實見來見少。同客話同梅州唔是特別去保存來比較，呢片嘅客家文化完全傳落去，
点都将变做公仆们请关心的事情。客家新闻林建有了记者，到中国广东梅州街采访报道。